上集去完仙台，今集就開始重點嘅秋色遊啦。第一個要去嘅地方係山形。如果大家係由東京去山形嘅話，直接坐山形新幹線就可以去到噶啦。而我呢，就係仙台去山形嘅。上集提到我有買東日本鐵路周遊券，既然有巴士喺身，我梗係坐 JR 仙山線去山形啦。全程呢，需要1個半鐘。鏡頭而家拍到嘅呢，就係列車駛入山寺站嘅時候嘅景象啦。山寺呢係山形知名嘅景點，遊客走過1000級樓梯就會去到立山寺。除咗可以參觀寺廟之外，仲可以居高臨下咁樣觀光優美嘅景色。不過我自問冇咁嘅體力，呢個景點只好 pass。呢度呢，就係山形啦，我卒之踏足山形呢個縣啦。咁車站落嚟呢度呢，都有間 S-Pal， 咁啊啱啱開門啫，都係我今日好早啊。咁啊原本我有諗過喺山形呢度住嘅，呢度呢就有站直駁嘅呢，就有 Metropolitan 嗰間酒店。咁周邊呢，咁好明顯就唔會好似仙台咁旺噶啦。咁晏少少呢，我會返嚟呢個站。我依家呢，下一站就去搭返 JR 先，去 JR 去呢個叫天童南呢個站。呢度就係頭先我講嗰間車站直駁嘅 Metropolitan Hotel 啦。咁呢度呢條通道去嘅呢，就係搭 JR 嘅地方。由山形站搭澳羽本線去到天童南站，只需要20分鐘。不過班次呢就唔密嘅，1個鐘頭先有1班車，所以一定要先查好時刻表，先至唔會耽誤行程。天童南站呢係一個無人車站，要由呢度行去山形縣綜合運動公園呢，要行1公里嘅路，沿途都有啲便利店可以做暫時嘅補給。去山形縣立運動公園嘅路上，沿途都有指示牌，方向都好明確，唔難揾嘅。嚟到山形縣綜合運動公園啦，見面啦。咁當然，重點係銀杏並木咯，實在太夢幻啦！呢度基本上都係日本本土嘅遊客，外國觀光客呢非常之少，冇蜂擁嘅人潮，能夠好清幽安靜咁樣欣賞美景。兩排嘅銀杏樹同埋落葉形成金色嘅長廊，最外層又有紅葉呼應，景色呢非常之美麗。由山形縣綜合運動公園返返去山形站周邊，就一定要去文場館行一行啦。文場館呢，即係舊山形縣廳舍，係一座建於1916年磚砌嘅西洋風格建築。1984年被指定係國家重要文化財。1986年嘅時候呢，就開始歷時10年嘅修復工程。而家呢，就係山形縣嘅故鄉館，係免費向公眾開放㗎。開放時間呢係朝頭早9點到晏晝4點半，逢星期一休息。由山形站行過嚟呢，只需要10分鐘。不過如果大家想搭巴士嘅話呢，就可以喺山形市役所前落車，行1分鐘就到噶啦。由山形站行15分鐘，仲有另外一個景點叫做霞城公園，係山形城舊址所在地。山形城呢曾經係東北地區最大嘅城堡之一，不過今日城堡已經冇咗啦，剩返一個好大嘅公園。入呢個公園呢就唔需要入場券嘅，一入到去呢就可以見到第一代城主最上義光嘅騎馬銅像。呢個城堡嘅周圍呢係栽種咗1000幾棵嘅櫻花樹，所以大家4月中嚟嘅話呢，就係可以嚟呢度賞櫻。而我秋天嚟呢，呢度都有一片銀杏道，都係一個睇秋色嘅美景嚟噶。
霞城公園旁邊呢，仲有個山形市鄉土館，係舊濟生館醫院遺跡，一個可以打卡、可以免費入內參觀嘅景點。不過我嗰日呢要趕車，又同佢緣慳一面。第二個要介紹嘅地方係盛岡。盛岡係日本岩手縣嘅縣廳所在地。由仙堂去盛岡呢，只需要坐新幹線，大概35至45分鐘就可以去到噶啦。嚟到盛岡，即刻去呢，就馬里奧展望室鳥瞰呢個盛岡嘅街景。馬里奧呢係位於盛岡站西口附近。呢棟大樓入邊呢有辦公室啦、藥局啦、餐廳等等嘅設施嘅。而其中20樓頂樓嘅觀景展望室呢度，周遭視野無阻，透過大玻璃窗呢，就可以睇到盛岡嘅街景噶啦。而且亦都喺度見到岩手縣嘅最高峰岩手山。盛岡城跡公園呢個係盛岡標誌性嘅景點，係由盛岡藩主南部氏喺江戶時代建造嘅。雖然城堡天守閣而家已經不復存在啦，但係佢巨大嘅石牆、護城河等等嘅遺跡呢，都保存得相當嘅完好，被認定為日本8大名城之一。公園入邊呢，種咗好多嘅櫻花樹同埋楓樹，所以呢，亦都係一個賞櫻賞楓勝地。其實都唔使去得遠，雖然呢個公園呢唔係好大，但係呢啲紅葉都好集中。今次呢個旅程呢，睇到紅葉，又睇到銀杏，真係相當滿足。不過今年2025年，好似有大黑熊喺呢個城跡公園出現過，大家如果要去賞楓嘅話，記住小心熊出沒啦。呢度呢就係岩手銀行紅磚館，呢個建築外觀充滿復古氣息嘅紅磚館，係由設計東京車站嘅建築師神野金吾操刀嘅。1911年係銀行總行大樓竣工以嚟，持續營運到2012年。呢一座紅磚嘅建築呢，已經係盛岡代表性嘅建築之一，亦都呢係指定為日本國家重要文化財。館裏邊呢係分免費同埋收費嘅展區嘅，都值得大家花時間行下嘅。今集嘅分享到呢度，如果大家對介紹嘅景點有興趣，請點讚、分享、留言、訂閱，多謝支持，拜。